活命了哈，不会了，好，就他就回去就真的还没事了。结果没多久哦，他一个20年不见的弟弟来找他了，他弟弟来找他哈，然后看到他这个病啊，就说，哎呀，你没救了啦，你这个病不会好了啦，因为我们爸爸就是这么死的啦。结果他一听到他自己讲说他的病已经没救了，他跟他爸爸患了一样的病没救了，他一听，整个精神垮掉，结果没多久马上死掉。好，这个就是整个心情垮。对我们人啊，很多的人呢，去到医院检查什么癌之后，整个人就垮下来，吓死人，这是吓死人。好，这个人就是吓死人。精神思路没有，所以这个精神这个信念很重要。那很多人哦，得癌症为什么有的癌症很快就是觉得癌症在好几年都不会心态问题？如果我们够保持很快乐的心态的话，可以活很久。那如果说我们就翻了很糟糕的，我得了癌症了，我没救了，我快死了，那你真的很快就死了。啊，所以这个跟心态有关系啊，所以就是在这一个部分啊，那。这边哦，反啊哈，反正就是肾病哈，那肾病在这里哈，妇科疾病都是肾，好，女生啊，坤大甜甜，我们的这些疾病就是因为肾哈，那肾哈，这些环境会在骨髓里面啊，出来问它是甜的哈，所以我们这些妇科疾病的哈，就是反哈，因为反的哈，好，或许再给他一个例子啦哈，是他有在他就是医过一个人，然后一个男生啊，他有一次要去长春讲课，然后就过来接机的这个男生哈，这个来接机，他说为什么是你来接机？他就说他那个刘立宏博士、刘立宏教授叫他来接机的啊，因为他有病，他说因为我的病哈，他们医不好，他叫我来这里接机，说你可以把我的病医好了哈，所以他就来接机。他说那你是什么病啊？他就说他什么病呢？他说他是肚子痛啊，哈，他肚子痛，我这个肚子痛，医生怎么医都医不好，就是肚子痛啊，那结果呢，这个刘站长就说了哈，说那你啊，你一定是有烦的人，有人让你烦，所以你才会肚子痛。后来他想知道了有，他说没有啦，他想不出来，说我没有烦什么人啊，而且有你跟你的邻居，你在烦你的邻居。没有啊，我自己住一层啊，我没有邻居啦哈。然后那个跟刘站长一起有另外一个人就说有啦，你有一个邻居跟你最亲近的那个邻居啊哈，就这两个老婆了哈，老婆都睡在旁边嘛，对不对？所以你就是烦你老婆。他说没有啦，我们都反馈，我们没有睡在一起啊，可能我们单位可能已经分居了哈，所以你就是烦他啦。他说我们没有在一起，我说对，你就是烦他，然后你烦他哈，然后如果你的反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宽线，就是他还有一些小孩跟跑过来，跟跑过去，找到了，然后就跑来跑去嘛，那你们两个夫妻不合，影响到你的小孩子啊哈，所以才会让你的肚子痛啊哈，他都不好，那怎么办？你们两个就和好就好了啊，就跟他和好就好了。后来因为他就是谈说夫妻不合就有很多原因嘛哈，后来他们就这样讲完嘛，刘站就出去讲，然后回来的时候还是他来接机讲哈，结果就是看到他来接机，就是他的病好了，刘站就远远的看到他，就跟他旁边那个人说他的病好了。你记不记得他当初来接机的时候那个满脸愁容哈，那现在来接就是笑脸了哈。所以啊，我真的好了，肚子不痛了，我那天他说他就跟他老婆又同房了，就没有再分房了，然后就改好了，那个解开了，说他的肚子很痛了，就好。所以好，夫妻之间夫妻不合就很容易有病了哈。好，就是内危型的病了哈。那这个图哈，大家有兴趣可以把它。外五行好，这个就是我们的五行哈，外五行、内五行这些相生相克的哈，可以做一个参考。好，现在内五行讲完了哈。
然后来讲外五行。好，所以脾孝心好，你的孝心做得好，你的心肺就一定好哈。好，现在讲外五行哈。外五行的怎么分啊？这边有一个图哦，先放这个图好了。这个图外五行哈，就是我们人的外面啊哈，怎么区分啊哈？后面把这个原则对我们讲就知道。我们人先一半，好，男左女右嘛，对不对？好，我们都知道男左女右，所以我们身体这一半哈，左边是男生属于男生，右边是女生，所以我们左边靠的就是一跟男人有关系，右边靠一跟女人有关系，好，这个也是了解的，然后再把它切成三部分，好，这个头部的部分一定是跟长辈有关系，好，跟长辈有关系，那下面啊，这个腰部跟我们的脚就是长辈有关系，好，那中间是跟平辈有关系，四肢是往四肢就是切这样子分的哈，这样子分。那所以呢，这样子原则记起来哈。那个脚呢，就以膝盖做分啦哈，膝盖以下是晚辈，膝盖以下就是你的，比如说子女啦哈，晚辈啦哈。那膝盖以上腰部以下，膝盖以上这个腿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弟妹啦。然后呢，四肢是兄弟啊，最上肢手就是我们的胸胆，四肢是兄弟哈，这个原则大家记住。所以你来了，那头还有分哦，左边、右边、前面、后面哈。后左边就是跟男长辈，后右边就是跟女长辈有关系。那后前面呢？后前面就是跟你的上肢有关系。那后后面呢？孝，属孝。后后面就是你看它背地里面，背地里好，背地骂长辈了哈。后面那还有后上面的头顶的就是你做了亏天理之事，好，伤天害理的事情就是这里哈，这就是上面哈，所以这个是外面的哈，大家可以用外五行再配合内五行做一个配合哈，你就可以找到你的地缘在哪里。所以这里哈，这边哈有讲哈，头上的这个是长辈嘛哈，腰腿上就是晚辈啦，四肢就是平辈啦，腰上是还有重点是腰有问题哈，腰部如果就是呼吸有问题的哈，腰部就会痛哈。好，那方法好就在这里。好配的方法，第一个是你要翻良心，它所谓的翻良心就是你要良心做主了。我们人不是说就是没有良心做主了哈，就是有良心做主，你要翻良心，不敢就是反省自己哈。所以翻良心之后就是要找到问题哈，然后就是要忏悔，真诚的忏悔，真不是好，要真诚的忏悔，到最后好开始去做了哈。你要认不是，然后你要忏悔，然后你要去把所有你得罪过的、你恨的、你怨的，你要去跟他们赔不是，那你的心就会好。所以在他寺里面有很多人都开始列名单了，他听完之后就开始列名单，我对谁不好，他就把名单列出来之后，他就一一去跟他们忏悔，那病就真的好了。所以这个其实它是有它的一个原理的，但不是每一个人100%都可以适用嘛哈，还是会有一些的例外哈。但是其实在讲这个东西，我们不是着重在说如何治我们的病，其实我们要把它根源抓回来说，因为这些病它在讲的一个根本一个重点就是所有的病万病都是由心生，都是从我们这个心所产生的，所以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心修好了，那我们就不会有什么毛病了。所以我就常常记得一个，凡是回光返照，凡是反省我们自己，都认为是我们自己的不是错，凡是只要求我们自己，只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我只看自己的错，不看别人的错，凡事都看自己，不好也是
我们说毫无居功推功揽过，这样子我们都这样做的话，我们就真的可以让我们的身心和谐，我们的灵自然，我们的心好了，我们的灵自然就会圆满，所以我们道场老师有讲说，我们修道不是功就是过，就是有功跟过，那如果你不是功就是过，那我们呢不求有功，但求过。你要做到不过就是有功的所以我们不求有功，但求有过，一定要了愿报恩。这是我们来去做的。所以后学今天就是借着刘赞的这种性理疗法有他的性理疗法让我们对照一下，其实我们如果真的落实修道的话，每一个人的身体都会很健康的。那我们会不健康，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落实。没有确实的去过实的对我们后语就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而且对我们很实用，所以希望大家回去之后开始反省自己，找自己的毛病，找到根源的，从根源着手。就像我们老师，我们很幸运的求道这个从哪里找到了良心的求道这个就是找到良心的他找到良心之后，就是要透过修道跟办道，把我们的不是，把我们的毛病给去除。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圆满，到最后就真的可以达到身心灵的一个和谐状态。那这是后学今天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说时间有限的就可能讲的有一些部分不是很详尽的但是各位多多包涵。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那如果有兴趣的后学那边也有他的档案，如果有些那个后学之后有上面也很好。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些，主的看你各位要多多包涵。最后恭祝各位给大家身体健康，法体充满，大家都能够达到身心灵的和谐。谢谢。谢谢。这个是呢，前道功，坤道功。好，我们再次。谢谢。讲师要学。